咱国防部今仔日发布2年一摆的国防报告书，而且佫是头一摆推出有声册，显示要加强全面国防的意志。其中嘛写到美军伫咧西太平洋部署军力，连中共也未成军的第3只航空母舰福建号嘛拢特别标注爱警戒，受到各界关注。两岸维持对立局面，国防部昨日发布2年一摆的国防报告书，说明当前的国家安全环境。国军建军规划甲中共带来的多种威胁样态，命名为“汉光1号”演习。除了找真侪位专家学者背书，佮较头一摆推出有声册，强化全民国防意志。台湾位伫第一岛链关键，伫美军的印太防卫态势扮演重要关键位置。这摆国防报告书除了列出印太地区飞弹竞赛，也有美军伫西太平洋各基地部署，互外界看做国军展现甲区域国家合作的决心。大家可以知道说，当前这个全球社会对于台海安全稳定的关注，这个已经是有目共睹哦，在强化自我防卫的战力。但是我们也持续推动跟友盟各方面的安全交流与合作。中共相关区域紧张，国防报告书提起中共2023年增加7.2%军备支出。印太区域国家也地力反制，尤其日本大大增加26%，菲律宾增加8%，印度增加13%。另外，强军加大扰台力度，国军演出瓦近台湾的中共机场，就连还未成军的中共第3只航母福建号也方特别表示，显示国军额度警觉。那福建号代表着中共进入第1艘平板式的航母。也就是它准备走向远洋的一个规划，这是我们未来必须积极应对的一个重大的海上的威胁。中共的几次的演习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认知作战，已经是一种新的战争形态，它不是一个未来式。国防报告书5俄战争，聚焦1年义务役甲后备改革。国军秉持防卫固守、多重组织，向外延伸防卫深度。为了弥补国土防卫程度的不足，会推动城乡作战，结合义务役甲后备部队，来成强化固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